Facebook 同 IG 稱霸社交媒體之前，有個霸主喺8、90後面前無人不識，佢就係 Xanga， 用背景音樂、閃字甚至 CSS 去裝飾個人主頁。而呢一個平台又點樣成為時代眼淚呢？2000年初，互聯網群雄湧現 ，Xanga 捉住年輕人自我表達嘅心理，人人都可以定製自己嘅個人部落格，整體風格配色、背景播 Eason 定係 Twins， 正正係個性嘅展現。當年 Xanga 已經有互動功能 ，Props、Footprints、Web Rings， 稱得上係最早嘅 KOL 導流社群，建立咗網絡效應，越多人用就越有價值。幾年後 ，Facebook 登場，佢採取同 Xanga 完全唔同嘅策略，冇定制嘅主頁，只有一式一樣嘅藍色界面、白色背景同 Timeline 功能。佢犧牲咗個性，聚焦喺簡潔同易用，將朋友嘅最新動態放晒喺 Timeline 上邊，唔需要再單獨到訪朋友嘅頁面，節省時間。而 Mobile Friendly 係壓死 Xanga 嘅最後一根稻草。Xanga 嘅體驗係為電腦而設，複雜嘅 CSS 程式碼、Flash 動畫喺細小嘅手機熒幕上面接近災難級嘅體驗。而 Facebook 作為 Mobile Friendly 嘅先驅，標準化嘅界面易於喺手機瀏覽。Xanga 未能適應平台轉移而被用戶拋棄。喺數碼世界，冇平台係永恆，用戶習慣改變，平台革新，而你嘅數碼策略都要因時制宜，先可以應對數碼洪流，一直前進。